站楼梯哦，嘛拢入去哦。啊，这回嘛是工程嘛，比你差不多10公分有啦。拢积伫遮啊，我即摆遮变做上较低啊。居民受气阁无奈，因为凯美风台的时阵，所住的社区变成饮水重灾区。蔡英文总统后来，赖清德做市长来，我也有建议，恁要做爱伫下流先做，你唔当伫顶流先做，顶流做水起来到我遐，阮水袂出去。我讲你阿爷讲啥讲？这是政策的错误，整个政府的错误。当地里长质疑政府的治水工程有问题，会因加险严重。主因伫这条内底寮排水系统的中下游段也未完成，规条上下无法度接通，影响水尾段的疏通效率。争取到工程经费的立委陈廷辉，就邀集水利署、市府水利局来会勘。这个部分，咱的乡亲足烦恼的，就是讲，你下游到底是安怎开通的？啊，下游有做好迄个顺利会当互水排出去迄个动作无？啊，当然咱才做涵商，因为有一节个还未完全通的。压力上行的部分，因为伊的断面会较细，可是我是靠顶管的水。的高程全部甲塞出，照至于个月，伊就伫10档的洪水位，我的水完全会使顺利甲排出。即下下游段一定伫前几档就做好啊。即下这段咱就咧做民区的部分，就咱这段的部分，因为伊无够宽。水利局解释，水尾段有做压力收涵，只是瞬间的大雨，互排水排袂利，加上要做整治工程，还阁要甲新顺桥桥梁加悬。伫此进前，陈廷辉就要求爱评估适当的地点，设置临时抽水机组，提升防洪能力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